第一次有咁多錢喺身邊嘅時候，佢點樣處理咧？如果唔夠碌爆咧，可能父母個心臟都爆埋。如果身邊有個好似阿毛姐咁能夠將佢喺未來踏入佢自己新嘅一段路咧，有成7年嘅過程可以係喺身邊，好似個 mentor 啊，或者好似個 coach 咁樣去指導佢、輔導佢咧，我相信係一個好幸福嘅一個人生旅程。第一次有咁多錢喺身邊嘅時候，佢點樣處理咧？咁喺人生嗰個即係管理佢自己錢方面咧，會唔會都幫埋佢手咧？會㗎，咁我哋都會有理財班啦。咁呢啲更加貼地係適合香港生活嘅理財班啦，因為國內同香港生活都已經好唔同啦。咁我哋會同佢規劃係咪財分三份或者甚至乎我覺得最重要嘅 credit card 點用，係啦，因為咧唔係碌爆佢咩？唔使錢你話點都係係啊！如果唔夠碌爆咧，可能父母個心臟都爆翻。所以呢個真係要注意啦，因為香港就真係五花八門啦，即係花花世界啦嘛，離婚已經大，咁可能真係你大家都而家新聞啦，好多都唔同嘅資訊嚟到啦，咁佢點樣衡量咧？即係可能佢因為一獨子嘛，而家好多家長都可能俾巨富去過嚟噶嘛，咁你真係點樣去好好咁規劃，而唔係即係你都係成全自己啊嘛，唔係敗壞自己啊嘛，咁所以我哋都會有理財班。係啊，理財教育甚至乎可能真係俾多啲個案佢睇，或者新聞都好多啦，俾佢睇為咩為之啱嘅選擇。你嚟到你係想創業創富，創造你嘅將來定係你浪費你啲人生？